这里是 HSK 标准课程第1集的阅读音频นี่เป็นเสียงอ่านบทเรียนหลักสูตรมาตรฐาน HSK โดยข้าพเจ้าเบาเทพวงศ์第10课我能坐这儿吗生词1桌子2上3电脑4和5本6里7前面8后面9这儿10没有11能12做专有名词王芳谢鹏课文1在办公室桌子上有什么桌子上有一个电脑和一本书杯子在哪儿杯子在桌子里第2课文在健身房前面那个叫什么名字他叫王芳在医院工作后面那个人呢他叫什么名字他叫谢鹏在商店工作第3课文在图书馆这儿有人吗没有我能坐这吗请坐第11课现在几点生词1现在2点3分4中午5吃饭6时候7回9我们8我们9电影10住11前专有名词北京第1课文在图书馆现在几点现在10点10分中午几点吃饭12点吃饭课文2在家爸爸什么时候回家下午5点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6点30分课文3在家我星期1去北京你想在北京住几天住3天星期5前能回家吗能